花莲府里替花莲推动经济，发动中国的地动位的，也这个出产的米全台有名。为生产的出一道米，都是认真有头创业，匆匆的准备。头半年许多府里开垦，克服的各种起颜色在的体型，无现代的加拉火丝，嘛个机器好用，伊能唔顾生命危险，用人工做出的一条条的水准。更可以按多位天球，也改善了农民的生活。把工业过去也准许含系技术、数据能实实推的护理业。有水准长有天呐，你也无水准的，该唔会上天呐。好了是从那两mắt không nhau à, anh bây giờ chăm khổ ra, trong ai đâu khổ đấy ăn đồ sụp nhén trong bảy căn tủ đi. Hàn Quốc從濃濃嘅素材，寶寶館嘅水上見來見清楚，睇你才體驗熱情富麗天丘嘅生命源頭。水是多困难，那么深呢？行人，累到是大辦公室，手上嘅一鋪卻50公尺深嘅山啦。寶寶館嘅水動陽線，船內上邊開嘅上門子有8公元歷史，地路頭擺還冇記起，老祖公處地五星紅，他人天跳做安全鎖，掉地上邊紅，越臭味。人就掉了淡薄，掉電啊，我就按吹啊。所以講做嘅時節我深度講危險，所以講我掉電，冇一下跌下50公尺下噃，人就一隻師傅都無曉睇啊。開山打那當件事，唐人老水準嘅故事，從而咪轉到嚟路頭擺，船內水路。哪就看得到老祖公嘅智慧？你隻水盆來講，日頭嘅面積下多，日片面積下少，所以講日片下發出咧，日片下合到嘅一隻公平嘅分法啊，下唔會兩沙下唔會講相打比賽，作來作去啦。水準就嚟提起來開，流水頭衝煙，衝，回到嘅大家都就是好做，老祖公就嚟經驗。經過休息計算，來開水準。水它往低處流嘛，那我要的水，我希望它流到我的田，所以一切都是從那個點開始，然後我開始去找水從哪裡可以流到那邊去，要經過測量，幾多測發，幾多測深，又幾多水，幾多分水，就在管幾多天，幾多又算哦，那又看到該古時候的資料，他們會算哦。所以現在的科學並不等於以前沒有哦。那我們現在都有用流速儀啊，或是超音波的可以測啊。目前推發嘅山皮老機器，看200年前開嘅水準，食材又然係功夫，除從兩里水源頭冇幾然嘅水殼。地水下台嘅世界，除被發揮調節水流、老排沙嘅功能，水準從唔會測到。石鼓辦啲嘅水準兩片，你一隻殼度嚟打開來，沙嘅溫水都掹嚟排掉，冇去調節，你做風災後，嘅水準地步專門係沙嘅，我千麻煩啦。這個石頭可以，都幫你路探好了。這裡就是水頭，從這邊上來。船內口把帶，繼續行到水頭，從水來到潤豐嘴年紀線，未出係路名上門最界水源頭。當時才界超來超去，水探點亮水準嘅素材，很動人一張台石鼓，目的咪係為保護水準。因為你這個圳路如果被大石頭衝一衝，就會這樣缺角破了、壞了，要來修復很困難。第一個淤積，
第二个破坏。那我如果说挡了大石头之后，对不对？大石头撞了就弹走了，就顺着溪水流下去了，那我们的渠道就受到了保护。研究研究，香港好把建国嘅人向進入受到破壞財長，留兩下大空庫裏嘅冇用用，你看到嘅石頭結起來嘅工法，至今都罕見。就地取材，河床里面的石頭捡起來，像現在才看到有一塊一塊石頭，那石頭跟石頭之間的縫隙就用水泥砂漿，所以你們在外面看得到乾砌塊石的進入的。那大概都至少50-60年以上的歷史。早期上去交通唔連片，上下連路都冇，路足公開片做下好把帶。不過都到風采睇水嘅世界，水準從唔單強是係水準，喺那邊做臨時專業外國嘅路。差唔多5寸來生產嘅個水準包括吼，行大家親生意咋，行業行出。咁有上山咧？搿就想辦法咧啊！伊沙行嘅水調圖，伊沙行準博，咁所以講冇到合法嘅，譬如說上上山。靠卡到天然條件，產期品種較少，水田面積細，所以得挑準乾枯嘅面積沒唔大。它開墾的面積，像這邊只有10幾甲，那這10幾甲開墾完了之後，又要用多少水？就已經決定了這條渠道的大小。我是墾手，這條水是我開的，我要向你們這些耕田的人收取水租。哦，你用水嘛，對不對？灌溉嘛，你用水，你要付錢給我，這是私社的批准。日本水退過後，所有水準就歸入公家管理。喺那潤豐村、豐南村兩片下鐵片嘅係，喺保留人清退春下來嘅必種之土。這是一條船叫佢負責人哈，因為強調人來順水本大家乾開起上，全部有水和鹽度勞動，鹽度收割，和因冇水到，因為順就流水嘅切。花蓮兩下咪是當兩位漢族必種，是做個必種嘅翁春鄉主講，兩項條路自然當處。和必條那大鐵，因為聯絡因為嘅乾開起上嘅肥人，共同都係作水過來安尼，負責任就錯嘅。咩種會難做冇？哦，嗰時冇錢好做喎。那天看論任，因為到去配合，嫌佢講啊，倆組無任條就問伊倆組，吼，啊伊若本佢冇任到，嗰時會通途咯，會嘛哦。必種嘅產線就必準肥然先機，未就用靈解，負責用水調土，保持水路為通。唔過肥然未會強下來維護水準。剛好發來因，吼，因就本下倉本去做，剛好下來因本下短本去做，大家公平起見嘛。依家過熱台。依家做一隻。就嚟水利乾開，旱天變涼天，溫天嘅水源提高嚟農業產值，嚟改善嚟農民生活。長軍風家厝第倆港嚟72年嘅天，佢嘅阿公第30歲嘅時節對新竹曬過來，用有機方式耕田嘅機，動沙皮自家嘅天順紅，提燒酒20種以上嘅草。你竹隻草就係多年生嘅，你農民草。有咩多年生咧？你係同個煙煙村啊，係巴拉瓜，而寫嘅草嗬，同芒村1年生嘅草。風吹下個，屋個繞來繞去，櫃台片搶入咗個天，講都講唔得。喺那2天，就係順紅嘅碧海，當天因講嘅碧溪來嘅，潤豐鎮嘅水。這個就是的就是表示這個水質很乾淨，沒有工廠廢水。
遐水是贵烟条天都有，不过是下天旱的时间吼，就水下少。今年呢，真落水，所以讲今年到了啊，都冇欠水啦。水圳係農地嘅命脈，不過山區靠卡島體系，水圳乾坤面積最多30公頃，面條線2條丘陵圳，乾坤面積超過700公頃，是係福利鄉最大嘅水圳，花蓮縣天然台圳。可能把2/3嘅航運港下多，2/3頭擺了都天氣平補足了可以發了，還有你新竹嗰度有啲客家人過來了吼，即航運是下會做啊，是緊賣天啊，是緊賣天緊做啊，所以講航運咪佔大部分。丘陵圳係航風營業，今年750年開業，至今有160年安久嘞。客家人民來嚟過後，為海南島水內用，水質就緊快緊大條。你有天呢，大家是出來安尼，冇工錢的哦，水當機吧，你冇固定的位所啊。今年台水的流動，明年流失啊，所以個你比頭聽只水路而行啊，全部人哦，索喺頭呢，你個變竹路這個貼個做比頭啊。丘陵圳沿海600公里安長，經過新興、萬寧、東里、老五港4個村，其中含有3節係用風箧工法。也係受過咱海咧，產業這個按照輪圈橋下包起來，佢當佢流下來水，自然一直鋪面出來，鋪面出來，你做個引水道是入來，你轉角度來。受過咱海嘅水質有極限。對空手做多個立馬處地的，海南農民有好消息，那一張台公司就係農田水利費，維持水質為土，農民唔是少冇水，係幾條嘅季節。了為丘陵圳吼，該阿梅溪的洪溪宮啦入口處，了為吼設一個攔污柵，該垃圾吼就唔會出島啦，因為堵塞冇法度清啦，佢哋安尼運過了個阿梅溪大廈，都點解俾安尼起來？含有固定為做嘅水質監測，檢驗乾坤用水有合乎標準冇？所以剛才撈的話，就是像我們取到，它會取中間的部分，所測量的水質才會比較標準，才會完全合乎我們整個作業程序。那我監測是屬於酸鹼值跟電解質這兩個部分。福利鄉單牆係有水檢廠嘅水準，除有68條，風災季節水利站嘅人工可能係無限。發布路上颱風警報之後，我哋就人就攏從來出去嘅，哦，馬沙關內位嘅攏從來出去，日雜順，風災來咧。弄啲個工作真係會待命啦，內位要搶修，家下哦，我們有緊急應變小組會成立嘛，接到電話我們就出門。可能某個台個動作主動條例。記得安樣講，點受過水準，天橋未受過嚟農民。如果山邊冇啦，經過天橋，寶寶公嘅水水帶來後面度，用嚟安東煙。放眼前嘅指揮工廠，繼續復習水退子孫，未傳聯起冇用容許空間安東煙。福利水準限係為啲兩位，重重流毛天，繼續幾界思念。